后来这个清明的年假就要到了，到时阵阁是回乡，阁是佚佗，这个车头的人潮一定是滚滚滚。高铁嘛提前来部署着上新的防疫的措施。为明仔载开始，只要进站的旅客拢爱磅体温，若超过37度半就袂当进站。坐高铁全程拢爱挂喙罨。4月初7开始，商务车厢甲标准车厢拢无要阁提供烧茶甲烧饮料，嘛无要提供报纸甲杂志。姐你好，这边帮你开一下餐桌。坐高铁的时阵，来一杯小小的咖啡是真侪旅客的习惯。不过对4月初7开始，拢总要停卖。我想要点一杯热咖啡。小姐您好，我们为了降低感染的几率，所以目前全面停止提供热饮。标准车厢无搁再卖烧咖啡、烧红茶。请问有需要阅读报纸吗？4月初7开始，商务车厢的报纸杂志嘛停止。因为口沫嘛，然后都会传染，那是一定的。对啊，这是避免比较好。防疫期间，饮食的享受就爱忍耐，搁较大的挑战伫清明节4天连假大量的人潮。高铁12个车站对4月初开始，专门量体温只要超过37度半，就袂用进站坐车，同时必须要专程挂喙罨。生理的需要，譬如说喝水，它稍微拿下来，这个是可以接受的。请旅客呢，这个喝完饮料的时候，就立刻把口罩带回去。受到疫情的冲击，高铁载客率是下降，连车站的商场嘛冷清。高铁针对167间商场提供调降租金的优惠，幅度对15%到45%，希望甲店家做伙度过疫情的考验。这个阶段会忍耐啦，